係，hello。今日講歸妹卦第54卦雷澤歸妹。OK，咁即係今日要盡快講啦嚇，即係都有啲長嘅呢個卦。我哋上一個卦啱啱講完呢，就係漸卦。好，首先上回提及先。上一個卦漸卦講到乜嘢呢？個古仔就係講到呢，由於呢喺震卦嗰度開始嚇，由於周原嗰度呢就地震啦，震卦係地震，咁呢就俾賊寇呢就乘機搶掠喎，即係除咗地震之外，仲俾啲賊嚟搶嘢。周文王帶住佢嗰啲子民呢，就好似雁群遷徙啊一樣地咁樣走難離開周原嗰個地方，即係離開自己嗰個家鄉，好似嗰啲雁咁樣啊遷徙。但係嗰啲族人呢，竟然呢唔捨得離開喎，即係梗係唔捨得離開自己嗰個屋企㗎啦，被逼走難。但係咁周文王呢，要使出各種方法去鼓勵大家，即係堅持前進啊，走難唔好放棄。咁最後呢，終於呢就以一種循序漸進即係呢句成語，我自己認為可能係出自於易經漸卦。最終呢，就循序漸進地呢，就成功走難啊，去到佢哋原本計劃嗰個目的地，就係九陵啊。九陵就係喺震卦嗰度提及嘅走難成功啦嚇。咁呢個就係上一個卦講到呢度嚇。OK。